由手艺熟练的老师傅慢慢啊，一针一针所添出来的蕾丝红包，就是府城老字号的品牌明林蕾丝。今年都迎接过年所推出的新产品，这喜气的外形大版又搁好看，互人一看就介意。而且布所做的红包用来取代一般市面上定定看到的纸做的红包，阁有环保，会当一再利用的优点，成为今年包红包予长辈上介好的选择。蕾丝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西方的东西，可是我们一直希望在创作上是能够突破东西方，能够做结合，有一个连结的啊。所以在这个当中，我们其实就从去年就一直在讲说，怎么把红包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蕾丝结合。那所以去年推出的是纸的蕾丝的那个红包袋，那可是今年我们讲说，我们要每年要更加的突破创新，所以今年这季在这个方面就重新思考，把中国的我们那种很中国味的缎带布，加上我们的蕾丝，然后有做出是整块蕾丝，然后又中国结的东西，其实就这个就是很年味的味道了。所以透过这样的东西，然后它整个造型，你可以看出它是很有造型的蕾丝包。然后第二个是希望能够达到环保的作用。这个蕾丝的东西，那个红包袋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。以前的纸红包是包过1年就丢了，然后可是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我以后送给我的父母亲，它是可以每年都拿起来啊，我这个是2016年送你的，我这个是2017年送你的，我这个是2018年。它的累积当中，它是可以保留下来的，以后还可以当传家之宝。伫咧台南经营超过半世纪的明林蕾丝，业者对3冬前开始伫咧08会内底开设专柜，目前已经慢慢转型调向文创的方向，以创意来创造更大的市场。这款上新型的蕾丝红包，伫咧08会明林蕾丝专柜也买得到。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。